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台先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5例本土病例，40例境外病例。今仔有一个伫2月初4死亡案例，是瓜友会传播人一个80多岁阿嬷。另外，嘉义电子厂嘛增加2例确诊哦，不过嘛是决定讲要伫今仔照常复工。桃园机场嘛增加1个航警确诊，感染源搁会调查。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 5例的本土病例那其中有2例是因转阳的个案，那是亚旭的移工那死亡的个案有1例，那这一位呢是在80多岁的本国籍的女性，那有慢性病史，在歌友会里面有一位司机所在送的一位病人应该是嘉联益嘉联益嘛嘉联益在就是一个电子厂那今天他们要准备复工那所以昨天又做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裁剪，出了19795那他是在自主管理期间他先生也确诊是阳性，68位的同事那裁剪都是阴性仍然决定是复工因为新增的一个感染源待厘清的一个个案那这位是我们在桃园机场的一位航警那是19763，一日做过2次的 PCR， 那中间做过5次的快筛都是阴性。远雄自贸港我们有做了1775人的一个快筛，那都是阴性。这2位都是在居隔中阴转阳。 今仔增加5例本土病例，昨是增加4例哦。指挥中心表示讲，咱国内疫情已经有响灯好，若说民众第3档的注射率到50%，后个月中按说要来放任边境的管制，减少检疫的时间，嘛要开放商务人士来台湾。有专家表示认同，嘛建议讲，今年的4月份会当试办第2阶段，有条件互入境的人完全唔免检疫隔离。 新冠本土疫情在18日各增加3例感染源不明个案，拢伫高雄累计目前国内拢总有11条感染源不明传播链。对此，有感染科专家表示，欧盟控特性都是传播力强，占福基底。一寡确诊个案只是小部分，国内社区恐加有更较侪的温型传播链，好加在应该大多数拢是轻症。台湾现在隐形传染链应该不少了，那可是因为大部分是轻症，所以暂时你也不会浮现。那他会浮现，就是他被逼着要做检查，比如说他要去医院看诊，或者是他要出国。农历春节过了后，本土疫情慢慢啊稳定，会当控制。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若果民众第3剂疫苗注射率达到50%，拍摄放令。 边境管制措施，包括放宽检疫天数、开放商务客来台等，希望3月中旬进程会当达标。有工会学者表示认同，搁进一步建议，今年4月会当举办第2阶段，有条件予入境者完全免除隔离检疫。如果他打了3剂疫苗的情况之下，然后又在时效里面，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就可以采取所谓的这个不需要隔离跟检疫，也就是说来解放。 专家学者拢指出，新冠病毒无可能清零，而且真可能轻症也是流感化。现阶段目标是伫动静清零甲动态清零。随着各国边境渐渐啊解封，台湾也会朝解封方向。那民众疫苗注射率有够悬，佮有充足的抗病毒药物，今年底应该有机会完全解封，互生活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 桃园的疫情嘛转好哦，日物流昨开始恢复上班咯。阿旭爱分3阶段来复工，市政府是规定讲2礼拜内完工嘛是爱定期快筛。另外，劳动部移工专案今仔开始第2阶段开放，户口设伫桃园的头家会当优先来登记。 日月物流伫咧2月14复工，也若万雄自由贸易港区阿旭电脑是分做3阶段复工。2月7已经开放台湾籍的员工去厂区做行政作业，也佫有复工的准备。14阿旭在职的员工快筛全部拢阴性，市府同意伫咧上班进前附3天内 PCR 阴性的证明，就会当来上班。第3阶段要等目前在这个集中检疫所还有253位外籍移工
这延长居隔的情况，再来做评估。市长郑文灿强调讲，福冈的企业伫这2礼拜内，都要1礼拜做1届的快筛，来确保营运的安全。嘛讲到桃园社区采检的人数有较减少231个，机场专案的采检是393个人，采检的结果下晡就会说明。另外，营养劳动部移工专案引进第2阶段15月实施。移工原本住集中检疫所，会改做是防疫旅馆为主。桃园有117000个移工，是全台湾移工人数真济所在。防疫旅馆的数量敢是有够，正做大家关心的焦点。我们在这个专案的初期以这个产业类的移工是以本市级的雇主优先，那社服类就不受限制。那我们将来在做滚动式的检讨。郑文灿表示，桃园有24间防疫旅馆参加这个专案，提供1504间房间。也若为了移工 PCR 采检的方便性，有3个专职医护团队会去防疫旅馆甲因做采检。嘛讲到开放移工专案引进是要解决欠工的问题，不过伫防疫规范是有较严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昨新增加3例，目前是有3条找无源头的传播链。红地店的确诊员工有伫左营三民区行大，因嘛伫红山2间分店来去哦。另外有一对大熊猫仔囝厝是住伫红山，嘛是搁找无感染源，所以市政府伫红山设3个社区的体检站，呼吁民众爱来体检。一趟早来到高雄凤山区大东公园捷运站快筛，还有民众带囡仔做回来。高雄14号新增3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虽然数量无侪，却拢找无感染源。是过敏引起的，学校就是没办法去上课啊。如果说其实没有感染，但是过来这边采血反而感染了怎么办？自己防护要好，你看我口罩都戴2个口罩，自己要小心啊。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啊！有真侪民众拢是接到通知来快筛，另外一边做疫苗的所在嘛，因为疫情持续滚价，有真侪人来做。尤其14号所公布这3例确诊病例，有一位是红地店的员工，捌去过左营三民区工作的地点伫凤山这2间分店。另外一对大雄的母仔囝，厝的嘛住伫凤山，嘛有真侪伫凤山区行大的痕迹。市府加开3站，就是呼吁民众爱赶紧来快筛。没来啊，但人事费也1个月20-30万。要关店14天哦。怕会。凤山社区体检站这是9点外一度出现排队人潮，市府卫生局长嘛到现场来调度，非常的紧张，希望赶紧甲动线偷好。记者王丽婷、明昭款个报道。来看台中市的大学昨开学，防疫嘛加严哦。来看逢甲大学，就禁止学生啊伫教室内底食物件，是有规划会当食食的所在，嘛无开放学生以外的人进入校园哦。另外，中兴大学甲东海大学是加强实验制甲环境的消毒，学生啊就爱磅体温，才会当入去教室上课。这是逢甲大学门口卖早顿的单。袂少学生伫上课进前，都先来早顿店遮先食好饱，因为入去到学校，就袂当像英国共款伫教室内底食物件。以前你可以带到课堂上面吃啊，然后就比较方便，这样子就是时间也比较充裕一点。很赶要带着吃的话，你在那边吃还是会有点觉得离教室有点远，这样。虽然嘛有学生甲食的物件早走，不过嘛敢若会当伫特定用餐的所在食物件。14就是大学开学的日子。台中逢甲大学规定，学校甲教室内底拢袂当食物件，敢若伫户外，还佫有设立特定用餐区，伫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之下才会当食。学校讲禁止四界食物件，才会当降低感染的几率。毕竟疫情不能就是让学生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他上课的时间也比较赶，那要做分流的话，其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会尽量以提供足够的空间为。为了减少感染的风险，逢甲大学要是禁止校外人士入去学校。教职员甲学生嘛，逐工拢爱写健康管理表，才会当入去学校。也若中兴大学虽然是无禁止民众入去，不过嘛是严格执行实验制，还有磅体温。学生若是去无共栋教校的大楼，嘛是各爱磅一届体温。那校外人士呢，进到学校里面呢，是需要去落实这个实名制的啊。那民众呢，在校园运动的话呢，一律是要求是要戴口罩。中兴大学表示，目前学生开始来学校上课，虽然无禁止伫教室内底食物件，不过除了加强防疫等等的自主管理，大型的活动嘛是爱全程挂喙安，还有落实清洁甲消毒。
目前大部分的学生嘛拢已经做过2档疫苗，要全力来阻挡疫情入侵学校。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疫情台南的咸水风炮缩小规模举办，会伫15个固定的地点放60座的炮仔城，伫咸水各中的运动场暗时9点，大约会放200万支的风炮。民众是来做总量的管制，上济1000个人，嘛呼吁游客要配合防疫的规定。一顶一顶的新桥，15透早就到咸水武庙头前集合。暗时6点半开始，到15座炮声拍头阵，准备开始仪式。完全采取无拜庙去着敢若收炮声为主啦有那4条路线，咱下暗6点半伫咱武庙庙前开始放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咸水的蜂仔炮嘛缩小规模，新桥无绕境，所以规个咸水街路气氛甲英国是差真济。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有因为迄落拜利时大家属农工商嘛较无用，无绕境就无迄个气氛但是嘛是，咱是主要是对新民以前是连让外国人什么，然后像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早上的时间，你就可以看看满街都是人。炮声拢爱先登记，今年计共有60座炮声，会伫咧15个基点，甲咸水各中定点来放炮仔。因为国内阁有南山的疫情，所以驻炮声区上济1000个人入去，嘛爱衡量体温。除了做防疫的喷酒精跟扫 QR code 以外，还会做人流的计算。大概这边进场大概1000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举牌，请大家不要再进入了。警方伫下晡3点会伫咧重要的路口做交通管制，嘛会伫主要的路段，亲像是武庙路段、甲北门路段设散步区域，建议民众会当观赏直播，伫网络顶感受宗教的圣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军方之前标出讲，提供3型防空飞弹的采购，中科院的外包厂商提供中国的零件，说假做是美国原厂的零件这嘛又搁传出讲空军的车辆的采购嘛发生争议，有立委就要求国军应该彻底来检讨采购的制度。画面上这型车辆是空军部分武器装备的车头，不过最近这型车辆的维修劳务采购案，因为生产的厂商是欧洲的车厂，空军第一届增加零件必须要来自欧洲还是美洲地区的规定。有厂商是因为用台湾、马来西亚还有欧洲国家的产品来投标，是去判定无合格。经过申诉了后，空军为着避免有不当限制竞争的疑虑来汇标，嘛引起了立委质疑，这国军当时来开放，不是原厂认证的零件。针对这个原产地的部分，如果要写明一定的这个特定地区，我们会去审慎的去评估，他这样写，我们这样写是不是这么的完整？在市场上有其他的可能性。虽然广播强调各项标案的零件拢会经过检验，这规格还佫强度，敢是符合着国军的需求。不过，进前军方才来发现到天宫3型飞弹，中科院下游的厂商使用正价介绍来买中国做的零件，利用假的原厂证明来引起着国安的危机。立委是要求各项的军事设备采购还佫维修的劳务案，应该要优先用原厂的零件，才能当来确保效能还佫国防安全。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零件是原厂正厂，它到底有没有把握这个是不会出事的。循着政府采购法争议处理的程序，积极的在办理当中。本部也是主动责由我们的那个采购稽核小组，针对这个案子会去实施一个专案稽核。虽然广播强调会来加强各项采购监督机制，不立委也是要求军方应该来强化采购稽查小组的功能，来查明各项采购案，以避免再度来发生这无好的零件影响到咱的国防安全。记者张志勇、张志佳台北报道。年底特别选县市长甲议员各政党嘛拢开始准备咯。新历2党外，台湾民众党今仔嘛公开议员的提名人，有形象牌的，也毋过嘛有部分提名的人选有过啉酒赛车的前科，名单阁有未少的争议。穿传统服装来讲各地元宵的方式，台湾民众党议员参选人正式出面，有学者黄静莹、现任发言人杨宝珍。也有捌做过麦当劳店员的李怡琴，含这个讲是台南好汉店的甘品聪来引起讨论。我觉得从基层出身才会更了解基层。之前有很多人说我长得很像侯汉廷，那我觉得是只有一咪咪像而已，没有说真的很像啦。
但而且我跟侯汉廷的政治理念完全不一样。成立2年来，台湾民众党头一遍参加这个大型的选举，已经互人提名的议员当中，香港是有这个酒驾的前科，甚至还有捌做过中国统战样板，争议真多。事实上，我们的标准比中选会的标准还更加严格。那至于说，如果他拿出良民证，可能是在他只是一颗罚金缓刑，或者所谓比较轻的罪。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本来也是希望能够给更生人有一些机会。14写入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戴尚仪含入嘉凯，也有市长室秘书吴粉豪3个人宣布讲要来投入年底市议员的选举，侯家军已经来成行。我们今天没有竞选背心，也没有竞选口号哦，因为从今天开始离开新北市政府之后，才代表着我们正式的开始来准备整个选战。我也会争取以党员的身份、国民党员的身份，争取土树3英区国民党的党内提名。有议员来参选新北市议员的，前台中市新闻局长杜冠廷，还有真侪议员参选来共同组成台湾正青，要来买往来塞车，用行动来挺农民。面对新北市侯家军小林刷要宣布参选，因破白咧讲，这压力真大。现在感受到的是，我们好像不是跟国民党在选，我们是跟整个新北市政府在选。这几天其实已经传出了消息，就是侯友宜市长他已经亲自打电话给很多地方人士，包含里长跟地方的一些重要人士，请他们要强力支持由他们新北市政府辞职这些副发言人们。2022年9合1的选举，伫农历年后，南历拢咧布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为了推动双语国家的政策哦，教育部去年9月份聘用外籍教师，也毋过因为疫情拢无法度入境。今仔教育部宣布讲，开放1150来个有摕到聘书的外籍老师，会当开始申请入境咯。教育部指出哦，这批外籍老师，平均3间学校是分配到1位，计共是聘用1150来个。有一寡地方政府佮家己增加聘用的名额，有一寡地区哦是有设英文资源中心，卖来安排外籍老师巡回教学，会尽量让所有学校拢有资源通使用。来看一个好消息咯，咱国产的高端疫苗伫巴拉圭做第3期的人体试验，已经成功取得巴拉圭 EUA 紧急使用授权哦。阁有另外一个好消息，中研院的前院长洪启辉甲基因体中心的研究团队，成功做出全球头一支功效 mRNA 的疫苗，就是不管病毒安怎变种哦，拢会当产生抗体，是有效的疫苗。国产高端疫苗伫巴拉圭3期疫苗的临床试验，解望达到目标。高端公告的数据显示，疫苗安全耐受性真好，而且中和抗体效果有甲对照组 AZ 疫苗的3.7倍。伫安全性评估的方面，甲国内执行的试验数据差不多。得到巴拉圭核准紧急使用授权 EUA， 那台湾敢有按算管疫苗，和巴拉圭来控制疫情？外交部表示会保持密切的联络。我们政府会持续与巴拉圭的政府来保持密切的联系，来了解巴拉圭他们的人民对于疫苗实际的这个需求。那在我国的能力范围，我们来提供协助。疫苗注射率正做后疫情时代解封的关键。中研院院士洪启辉，也有基因体中心研究员马特团队研发出全球头一支功效 mRNA 疫苗，唔但会当促进功效抗体，对抗各种的变种病毒，提供人体较好的保护力。这嘛是全球头一支 mRNA 疫苗，会当促进较强的 T 细胞的反应。有医师指出，这是伫咧设计 mRNA 疫苗的时阵，特别强化几个元素放入去。这些元素本身对 T 细胞是有比较好的刺激效果。它的目标就是说，因为传统的 mRNA 疫苗呢，已经确定会产生很好的 B 细胞，也就是抗体。可是，在 T 细胞方面呢，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两边的好处都拿到。功效 mRNA 新冠疫苗效果敢有影遮尔好？黄立明表示，还阁会等临床试验进一步来证实。不过，这类疫苗好处是伫体内共一个时间有 B 细胞甲 T 细胞的反应，保护力无定会挡较久，也就是讲代表未来的民众注疫苗的时间会当较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特别小震咯，因为罗西亚是贵重金属
钯上大的出口国家哦。另外，化学气体奶全球大约90%是来自乌克兰。若说这两国真正展开哦，影响上大的是美国的半导体业。这个灶卡的水槽啊，是用3孔素白铁的材质，不过伫制作的过程当中，内底是有真侪贵金属，其中热就占8%。卖灶卡用品的业者表示，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相战，产品的供应链加减会受到影响。它本身是白铁，但是它是有混合18%的铬，然后跟8%的镍的材质去做合成一种不锈钢。镍的那个产量其实有受到影响的话，我相信它的价格也会受到影响。其实有加这种金属的产品是袂少，包括电子产品、电脑、手机啊，拢会用到这种金属。还有医疗器材，亲像是手术刀、医疗设备等等嘛有。这个大部分拢是为罗西亚来的，占全球出口的比例差不多49%。因为数量少，加上有独占性，所以有不少业者开发新的技术，要来找找替代金属。那日本在这一块，他们的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他们已经就是除了镍，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去除，但是我们已经把比例稍微放低了。有专家分析，世界上上界稀有的贵金属钯，会当用伫咧记忆体监测器，还有 Flash Memory 这种记忆体。这嘛是为罗西亚来的，差不多占全球的产量的42%。因为化学气体奶主要是为乌克兰来的，全球占的比例有甲90%。而且运用伫制造金雷射，还有半导体现光、时刻等等的制停。那么，即便战争没有发生，那如果俄罗斯对于美国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制裁，会影响到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相关所要获取金属，那相对就会比较有断链上的一个疑虑。学者表示，罗西亚甲乌克兰并来开战，其实影响上大是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半导体的制停、金属的原料或者是化学气体，拢是为这两个国家来的。亚洲这边影响是较少，无歹拄会有转单的效应。不过，全球供货减少、全球欠晶片的问题，也有相关的产品供货延长的问题，百面是会愈来愈吃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法国南部的都市佩皮尼昂附近，伫当地时间14透早发生一件严重的爆炸，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大约30个人受伤。法国的内政部长是讲哦，这场意外是一件历史性的悲剧。另外，伫德国慕尼黑附近有2台通勤的列车烧落，目前嘛知影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爆炸现场壁粉甲乌噜噜，厝内佫不闪时出火焰，现场还佫真侪消防员咧戒备。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神城市佩皮尼昂的附近，14分钟1点外，一栋2层楼的建筑传出真大声的爆炸声，了后就引起火灾。À peu près à 1h15 du matin, on a entendu une grosse explosion. On s'est réveillé en sursaut avec ma femme. On a cru un tremblement de terre. Ma femme s'est mise sur Facebook et elle a vu qu'il y avait plein de messages à l'aide. 这个爆炸附近的窗仔门拢进喙去，警消接到报案时，刷过来到现场，了后佫疏散附近的住户。经过一暝抢救，火势总算甲拍火去，不过伫现场找到7具尸体，包含有2个囡仔，另外还佫有30外人受伤。Qui ont été pris très rapidement en charge et qui permettent, je crois, d'accompagner au mieux devant le drame qui touche le département, un drame historique, si malheureusement j'en crois. Les précédents incendies. 警消初步估计有15口罩的人受到影响，但是发生的原因还佫咧调查，还佫无确定讲是意外还是讲挑工犯罪。德国慕尼黑附近14日下晡4点外发生2列通勤火车相对撞，地处有真侪车厢排练出线，大规模的抢救行动嘛，互这个铁路交通一时来暂停。Nach unserem aktuellen Kenntnisstand haben wir es mit 14 verletzten Personen zu tun. Leider müssen wir auch eine tote Person vermelden. 初步的调查显示，讲苏当时这2列火车应该是反方向驶伫个共一线铁路顶悬来相对撞，是讲是安怎会来造成意外，还佫有驾驶是毋是有发现到，还是讲有来漏洞，这拢还佫在调查当中。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过来的消息哦，咱来看惠林县伫过年后，东势乡传出讲有3个饲鸡场，鸡仔去喂着 H1N2 禽流感冒，嘛杀掉43000外只个鸡。惠林县的动植物防疫所是表示，这3场的饲鸡场拢是喂着新型 H1N2 亚型，嘛呼吁业者拢爱特别细腻，嘛爱加强防疫。
看到家场内乌色风压鸡烧煞死亡，业者赶紧报防疫所，经过送检，确定是染着 H5N2 亚型高病原禽流感。过年过，婚姻东势乡2月初3甲12，就连续3日拢接到家场大量死亡的通报。县里面的东势乡发现了有3场的这个高病原性禽流感的这样的一个疫情，那个扑杀的只数来到43000多只。婚姻动食物防疫所表示，婚姻关的饲鸡是全国上济，有甲1300万只，但今年到打到这间鸡场着鸡只，太超过69000多只鸡，甲去年同期相比，疫情是有加较严重。去年到2月中旬，那个因为高病原性禽流感扑杀的这个家禽场数只有1场，那扑杀的只数也只有5000多只。但是今年度来讲的话，我们发现有增温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防疫所表示，这3间鸡场拢是饲来食的，唔是要生卵，未去影响到国内鸡卵的供应。呼吁民众免过头惊吓，也希望饲鸡业者要加强车辆出入的管制、清洁消毒等防疫工作，避免鸡只疫情搁再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一个电小姐，去年6月中风处理咯，本地按算讲10月中就会当完工，也毋过进度属严重落后，嘛产生纠纷。伊先生小保官来调解5解哦，也毋过中风业者只有出现1解，最后只好拍官司来解决。地板已经卡掉，天棚应该装火的所在空的，规间厝无水无电，像工地共款。陈小姐为高雄缴清的厝，去年6月委托装潢公司重新装潢，140万的工程款，照合约分3期纳。8月底进前已经纳超过9成，但工程煞一直拖，一直到10月中约好完工的日子进前，连第1期的进度拢无完成。陈小姐只好要求解除合约，重新找人收尾。他就是会传上去说我们有在施工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到现场看，他水电什么，他也只换个盒子、铁盒子，这样子就是表示有施工，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会一直被骗，然后我妈就会一直依照合约去付钱。报价单以及我们所完成的相片去做对比，我们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应付他啦，在后期追加的他都没有给我们时间。双方讲法无共，厝主要求退还无完成部分的工程款，大约84万，向消保等单位申请5摆调解，业者单出现1摆，而且无共识。原本欢喜装潢徛价，最后但会使透过法律解决。律师表示，拄到像安尼工程纠纷，厝主纳钱进前应该确实核对，业者敢有照工期施工。你现在到底做到什么地方？那甚至每一个完成的品项，他都要必须做一个照相存证的动作。他确定到说，这个每一期的工程还有如期的做完，他才应该起步那一期的工程款。律师提醒，若是因为业者拖到工程，厝主会使要求限期完工，也是解除合约，佮会使对相关的损害要求赔偿。万若是拄到无好的业者，收钱了后拢无要施工，厝主会使提出相关的证据，对业者提高早起，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看，今仔透早伫新北市的邦桥有一台货车违规停车，互警察抓落来哦。发现讲，这个驾驶是毒品的通缉犯，驾驶佮想要驶车绕跑，甲警察相弄，警察嘛着伤哦。后来警察是开3枪来阻挡，嘛甲人带转去警察局，移送地检署侦办。旁边停！画面正手边这只发财啊，油门是吹了真紧。这个警察捉伫伊的腹肚边，饲喇叭甲话讲，叫伊爱随停车。几个警察到现场了后，把这只车包围起来，对仪表板甲车后斗连续开3枪。不过，这个嫌犯竟然搁落车搁走的，将其尾还是去予警方抓到。因为有毒品通缉所以才拒检逃逸。警方在逮捕时擦撞同仁的警用机车故对该车开了3枪制止这个事件发生伫15半暝3点外，警察伫巡逻的时阵，经过新北邦桥、民生甲万板路口。发现这只发财违规停车，人搁伫车顶，一个去甲问，这个驾驶煞继续接受临检，油门踏咧就要走。伫过程当中，还搁弄这个桥倒摆的警察，先后防以违反妨害公务甲公共危险等等的罪嫌，移送地检署。支援的警察到现场，几个警察甲这个查甫人压伫涂骹。这个查甫人情绪是真激动，嘴脸阁一直碎碎念，唔若要配合调查，甚至阁出手甲警察拍。林书信男子频频拒不配合盘查，
欲往马路方向逃窜，经推抵同仁。后续本分局依妨碍公务将其逮捕侦办。伫11日下晡2点外，警察接到民众报案，伫新北中和的中山路有骑士骑乌托邦倒伫路边，若像是有酒味，怀疑伊啉酒骑车。警方到现场了后，这个骑士是随活的就要做伊走，去予警方压制条例，不过也是一直抵抗，伊的酒测值是0。这个嫌犯辩讲，伊是养性发作。不过，伫过程当中，造成警察几个所在受伤，也是去防以违反妨害公务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市有一桩历史真久的中树哦，因为已经拖到马路顶头咯。地方人士有人建议讲，把树仔撤掉，也毋过嘛有人反对。公所后来是决定讲，要把这桩树仔保留，会卖哪里管理？车经过花莲市旧宪兵队边的公众假水，会当看到这丛怀伫大马路的老树仔树，汽车经过拢会放慢速度，骑机车的人烦恼去弄着头，因为中大型车辆也安尼无法度进入社区，也有部分民众认为这是间接保护行程安全。之前有机车人士，就是有最后座的那个人员撞到树。以前还比较有大的车子过，时常会发生车祸。现在这条路，人家不会很快速的通过。所造甲保留的虾米农户，所以市公所将证据送关府农业处、树木保护协会，请专家做调查，最后决期将老树保留，搁为伊增设支架，避免树身甲路面距离逐年缩减的问题。这棵树的健康没有太大的问题。白蚁的部分，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也有树医师来做相关的一个诊断跟治疗。那对这棵树的健康来讲，近几年来讲，应该是没有太大的疑虑。公所强调，这丛老树仔树龄大约50年，虽然怀伫大马路做行政树是市府罕见的特色树，平常也吸引不少观光客来遮休困。未来会搭配市区旅游动线，达至重要景点之一，让老树会当继续庇荫地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元宵哦，爱食营养庆祝。台北市卫生局最近嘛挑查20间手工元宵店甲单商，看防腐剂敢有合规定，结果是拢有合格。一粒一粒的咸肉圆啊，伫咧大骨汤内底滚好透了后，参挂白菜、芹菜、冬菜加红葱头，芳阁好食。咱这圆啊吼，拢正纯糯米落去做的，无浆脱水才落做的。50年阿嬷传落来的招牌，绝对无含防腐剂。元宵食圆啊，庆团圆，也食平安。台北市卫生局最近特别挑查超市大卖场甲菜市啊，有特别元宵的店家，看内底防腐剂敢有超标，计共抽检20件，拢下规定。乌麻的，还是讲土豆的咸圆啊，还有乌醋米的吼，来验伊的防腐剂，还有伊的迄标示的伊个较有甲阮法律有相共无吼。这20件内底拢合格。不过卫生局提醒，烧元宵的时阵，手甲环境的卫生要是爱特别注意。另外，卫生局也公布2021年食品、药物、化妆品甲医疗器材有无老实、有违规广告的产品，计共619件，裁罚超过4500万。其中以食品上多有超过300件，主要呢拢是宣称家己有提升免疫效果，过来是强调减肥甲顾目睭的。提醒来较注意，若是讲你甲留讲电话啦，还是讲 email 吼，你真正要找人的时阵吼，要退货的时阵拢找无人吼，迄其实这种广告的商品就卖个买。卫生局表示会继续来稽查，准若食品的广告伤过含、用字解说无清楚等等的产品，会照食安法，上当罚500万。也提醒消费者伫咧买卖之前，产品的标示甲营运公司的资料拢爱看斟酌，莫互骗去。记者民警总海文台北报道。因为最近原物料一直起价哦，元宵节圆仔内底麻啊，佮包装盒啊嘛拢起真济。单商是讲哦，今年因拢先家己吸收。有民众嘛讲哦，最近逐项物件拢会起价，尤其是鸡卵哦，毋若起价，佮定定买无。滚水香开，大粒圆仔落来煮，大家伫元宵节拢爱食一碗圆仔。店家一透早佮无用准备，要来消化大量的订单。原物料一直入去，业者上知影。像大豆啊这些都涨得蛮多的，1公斤有时候涨到10块钱以上，其实都涨幅蛮大的。只是我们就没有在这个售价部分做调整。
成本家己去收的，阁有菜市仔才会卖圆仔的打伤，包鸭的抢无停过，有土豆、麻仔，阁有红豆，看起来真简单的材料嘛是起真济，尤其是麻仔，阁有这个包装的壳啊。这盒子贵最多，贵80，哇，芝麻差太多了，差很多。它都很涨，什么反正都涨就对了啦。差不多一点啦，差不多差个5块钱啦。无包鸭的一斤60到70块，包鸭的一克啊60块。为去年到今年，虽然卖价小无变，但是成本煞提悬。打伤筋的薄利多销，颠倒是定定到菜市仔买菜食的人，对物价起价，尤其是鸡卵，真有感觉。鸡蛋最明显，买不到。哎呀，其他还好啦。那我们想问的是，当我们的批发价44块还嫌不够，那欧洲的平均价是26.8。欧洲的饲料成本上涨，在过去的这段期间是上涨了28%。那这个价差是怎么产生？全球性通货膨胀，台湾无法度避免，但这个现象会维持偌久？如何应对？学者期待政府找出更加积极的作为，来协助民众度过通膨的危机。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来看原宇宙是目前上世纪的新科技，显示器是其中正重要的技术大家甲阳明高台等单位合作，开发出一款上新的 LED 显示器的技术应用，咱做伙来了解。全球实行元宇宙热潮，想要互真实甲虚拟世界有更较好的连接 ，AR、VR 等牵挂装置的技术研发更较重要。台大甲阳明高台等单位合作，开发出超高速力光微型 LED 阵列，突破过去会当见光的无线电视数据传输速度，会当互影像传送更较紧、更较好。30微米，甚至呢，最近已经有一些文献呢还没有 publish， 可以做到5微米的那个晶片的大小。好，那它的主要的好处呢，就是晶片越小的时候呢，它的速度可以越快，能够传到5个 gigabit per second。那一般的 LED 呢，只能数百个 megahertz 的速度。发光立体体元件是智慧显示甲扩增实境等应用的主要根源。会当有高速的数据传输性能，会当提升扩增时间的影像清晰度和沉浸式的体验更较好。这套半极化微光微型 LED 使用纳米光栅结构，发光效率增加78%，数据串流速率也大大提升。利用这些光源本身它的高速传输的特性呢，来帮助这些手持或者是扩增实境的这些装置呢，能够在每秒里面呢，能够传输更多的这个位元的资料，就能够保证影像的清晰度啊，跟这个数据的这个快速交换的这个特性。相关成果和国际头九光电期刊接受，也是全球头一摆开发出力光发光立体体，会当伫自由空间无到1秒就会当传输一部高画质电影的研究团队。这个元件也已经互元宇宙相关产业关注，有期会当伫扩增实境、智慧显示、照明通信等产业带来新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内政部拍算要修法来废除公务大楼管理条例禁止饲宠物的规定动物医师工会是表示讲，台北市100户内底就有27户有饲宠物，所以这款的规定根本有问题。动保团体嘛呼吁讲，应该赶紧修法。虽然公务大厦管理条例顶规定，居民饲宠物袂当妨碍到公共卫生、安宁佮安全，但未少社区依照自治精神定出禁止饲宠物。对此，台北市员嘛是北市兽医工会副理事长杨靖宇指出，北市达100户到27户来饲宠物，接近3成，认为部分社区禁止饲宠物的规定不合时宜。对于相关法令的一些周延性跟管理一些不合理性，我觉得这是迫切非常需要解决的。动保团体指出，102、104、105、108甲109年，拢伫为提案要修法，但拢伫一读了后就停止无前进。今年希望会当推动修法成功，因为这才有法度互公务大厦禁止饲宠物的争议停止。恳请本届也就第10届立法委员能够积极作为。我们会兼顾了这个宠物的这个饲养的一个权益，这个是没有问题，也同时要照顾到
社区的一个自治的一个精神。营建署表示，会配合推动修法完成进程，已经公告公务大厦启用管理办法，会公约范本到各县市，希望和社区管委会来参考。建议以优先甲有效的管理办法来确保社区的生活品质，相对会当来缓解直接禁用大厦冲突。记者林明王兴中台北报道。以前人拢讲，做事人就爱看天公伯来食饭。咱来看台中雾峰农业试验所，因就想要改变哦，所以利用智慧科技研发出一套作物监测的系统，让农民点伫厝里买当来掌握农作物成长的变化，来维持产量。看这台机器伫菜园内底转来转去，测量叶仔面积。这是台中雾峰农业试验所研发的作物监测系统，透过机器观察生长的情形，来预估作物未来产量。感测器，然后来收集2个东西，一个就是它的叶面积的情形，还有植物生长的情形。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我们未来的产量。其实，在各地的生产者来讲，他所生产的东西还是要希望能够卖得掉，所以在通路商方面呢，都希望你能够精准的预测未来你的产量，最好是2个礼拜、1个月。农试所表示，过去农民种植敢若会当靠经验、看天气预报、提早应对。不过，若是拄到突发的状况，农民的心火也是会乌有去。即马有系统随时监测，就算免出门也通掌握作物的成长。监测的系统结合人工智慧、大数据的判断，然后用我们套用的模型计算。你的产量若不准，你的供应就会出问题。大卖场或是这些经销商，他们是希望你生产者能够精准的数量、精准的品质、精准的供应。农民若是未当掌握产量，菜色品质搁较好嘛无路用。即马透过智慧科技，毋若较成功，搁会当提悬产量，维持供应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南新营太子宫的新兴国小，因咧推动乡土课程，佮特别安排学生囡仔去做乡的工厂参观访问，要来了解在地文化甲产业。看这阵囡仔兄囡仔姐专心咧订古锥的造型，不过其实这毋是黏土，是用来做香的原料。做完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就是希望下学期还会有，就是可以一直来这边做这个东西。做香它很天然，那做起来的香也不沾手，也不会不干净。做香的工作是什么样子，让他们懂这个。全世界做香第1名的就是台湾。台南市新营区的新兴国小推动乡土课程，也因为学校是伫咧太子宫，地方的三太子信仰真兴旺，所以学校找对面的工厂合作，带学生囡仔来体验做香。因为我们学校位于太子宫，所以我们让孩子们能够认识我们乡土的文化产业以及各式的建筑。那动手做香真心实。头家也甲学生囡仔讲解烧香的宗教意义、甲香的材料、制作过程等等，互因会当更加了解在地文化甲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拍摄少年节乐团，因以白色恐怖做主题，发表一条上新的台语歌出巡哦。应该邀请政治受难者已经90岁蔡宽如来演音乐录影带，那么做伙来欣赏。星星来看阮，用脚步踏领，把心头好领领，对你行。拍摄少年乐团发表上新的 MV 出巡，地点是伫个景美林园园区，因为歌曲故事就是白色恐怖事件，要牵涉52年前泰源事件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宽如，嘛伫 MV 出现，伊带领电器新将佮车队，亲像庙会实景。闪闪烁烁的灯火真热闹。不过想要就甲迄个空间改变，就是希望讲大家来去迄个所在，去看内底的所在是即热闹的活动，然后叫人家讲足华丽的、足水的，甲这因为这艺术改变者，你要换一个角度看。这个 MV 上特别的，就是邀请90岁政治受难者蔡宽如参与。伊讲家己接受过100外斗的访问，是头摆翕 MV。咱过去的项目已经完成
一半，你安心安休。你若有一个真正人，即内底就哇，迄故事的重量就无共款了，就变啊，就是是真的，毋是假的。然后甲伊较重要就是讲，我是要甲蔡医生致敬，还有咱的前辈致敬。甲拍摄少年合作的饼场团队，毋但有 MV， 目前伫台湾灯会展出的文景，嘛有同款的实景车队，拢是李文静创作。伊讲，甲历史、甲受难者的故事，正做艺术创作，也是影像歌曲，讲互后一代听，这就是传承。记者邓亚文、赖宇哲高雄报道。再来看北京当季奥运开幕的表演，中国安排少数民族穿韩国传统的服装代表朝鲜族哦。有韩国的网友就批评讲，中国这款的做法袂属于讲韩国是中国的，也毋过中国是回应表示讲，大家资本都有共同的文化，希望讲韩国会当来互相尊重。穿韩国衫去景福宫翕相，是真侪人去首尔耍时阵一定会体验的。因过最近南韩人是为着北京当国开幕典礼，安排朝鲜族穿韩国衫，团上5千旗，真受气。 되게 불쾌하고 너무 따라했다. 선에 너무 선을 넘었다. 고구려 발에도 막 자기들 거라고 한 것처럼 너무 좀 불쾌하고. 얼마 전까지만 해도 최근에도 그렇지만 중국인들이나 화교 중화권 중국인들도 많이 와서 한복 대여를 하고 한복 체험하면서 되게 즐겁게 그렇게 체험을 하고 돌아가고 그랬었는데. 만약에 이게 중국 옷이라 그러면은 굳이 그 많은 중국인들이 여기 와서 한복을 체험을 하고 뭐 경복궁 가서 놀고 그러지는 않겠죠. 虽然文在寅政府无正式提出抗议，但是代表韩国政府参加北京冬奥的官员对这件代志表达遗憾。一个总统候选人伫 FB 叫中国唔通小想别个国家的文化。中国驻南韩大使是发声明讲。 中国各族的代表穿着传统的服装参加北京冬奥是因的权利。其实这不是中韩第一遍为着文化归属权伫咧吵。这边北京冬奥如果出现韩国衫的争议，和南韩人真受气，代志恐惊阁有通冤。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 华岛地区上低8度，上悬1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